台北市金华城爆出弊案，即马这争议的20%用一种例到底是要怎处理？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今仔日有召开会议，也宣布讲，这中越公司是有先表态，暂时无要做这20%用一种例部分。我假设他愿意来办理这个建造的变更，把20%拿掉，那当然我们的建管处这一个没有理由不接受。那第二个我们要讨论是，因为现在已经起诉，那我们在讨论的部分就是说，是不是他自己变更，还是我们依照这一个24条，强制的要求他这个再来办一次这个容积的变更，把20%就直接拿掉。李树川表示，无论是中越公司主管，也是向强制要求去变更建造，放弃这争议的20%用一种例，因拢会赶紧来进行相关的审查，按算会伫咧3个月内赶紧完成。